啊！羊屎，新来的羊屎！你回来了，九哥，刚才我踩了好大一坨羊屎，还是稀的。要我说，待在羊圈里算了，这里的羊粪简直就是奇门绝阵，任凭谁都进不来。你快别说笑了，都打听到什么消息了？先说你想听的吧，皇后娘娘果然在将军府里住着呢。可否有办法安排我与她见一面？现在将军府里重兵把守，虽说我有一身好本事，但是还是进不去。我曾经想过，刺杀计划也许会失败，但即使是失败了，大不了也就是一死。为了鹏鹏，我做这一切都值得。但我心里一直都不踏实，怕他会变心。现在，他果然变了心。九哥，说句实在话，只要你活着，咱们就不是没有机会。一个男人赢得了天下，就等于赢得了所有。我曾经还愚蠢地想过，即使我现在一无所有，我想要的东西也会被我的真诚所打动。九哥，还有一件奇怪的事，我爹和我的哥哥们调集兵马出了平宁城，赵王那儿也在整装待发，不知道是要干什么。齐胜攻于心计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平宁马上就要变成一座空城了。哦，原来齐胜是在使计。如今看来，只有彻底翻盘，才能夺回我们想要的东西。齐胜会用空城计，我们也给他来一计，借刀杀人。借刀？借谁的刀啊？齐胜的敌人，北漠的鞑子。九哥，你可要想清楚啊！这可是通敌呀！这件事情我一个人去做，你不必牵扯进来。九哥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我这辈子都跟定你了，无论刀山火海，我也跟你一起去。能找到马吗？马倒是没有，不过那边有一头可爱的毛驴。把头抬高点，抬高点。你真是南下皇帝的女人？正是。就你这点姿色，还是皇帝的女人？啊！皇帝的女人怎么会孤身一人来到这里？你的话不可信。皇上带兵到北漠打仗，我心里舍不下他，就偷偷跑出来，本想一路跟随，没想到竟被你们的人给捉住。切，空口无凭，我怎么信你的话呀？信不信由你。告诉你，我是皇上最看重的人，你若敢伤我一根毫毛，皇上定会要你们好看。嘴还挺硬的啊！不过如果真的把你带到南下皇帝面前，我看他还敢不敢跟我打仗？来啊，带下去，好生养活着。这位奇怪的兄弟，你们首领呢？在这儿呢。哎呀！我就是北漠的首领。你们谁是南下的王爷？在下就是南下来的九王爷。你来我们北漠大营干嘛？我是来帮你们的，有些事情，我猜你应该是想知道的。啊？什么事啊？说来听听。下去吧。哥们儿，就你这种笑法是病，得治。杨言，治啊，治！如今齐胜已经把大部分的兵马都聚集在了北漠都城上京，平宁城已经成了一座空城，没有什么兵驻守了。你告诉我这些干什么呀？我怎么知道这是不是你们的圈套啊？
你现在上京救援已经来不及了。如果你相信我所说的话，就应该集中兵力攻打平宁城。南下的皇帝就在那座空城里，拿下了平宁，灭了御驾出征的皇帝，那成功就唾手可得了。我不甘心臣服于齐胜，南下的皇帝他做的，我为何做不得？这么说，你是想借助我北漠的力量，灭掉你南下的皇帝，好助你登基？你照我说的去做，于你于我都有好处。这共赢的局面，我相信你是不会错过的。我信你，我信你，出门打仗吧，就得殊死一搏。皇上没告诉您吗？皇上告诉我什么呀？奴婢听说，北漠人突然攻到了平宁城下，好像就快抵挡不住了。皇上准备出发，亲自督战。你真的要去亲自督战吗？没有人比朕更合适了。可是你是皇上，万一有什么闪失……喂，我是怕你有危险。平宁城快不保了，唯有朕亲自督战，才有希望。那你带我一起去吗？万一有什么闪失，我们还可以互相照应着。你别开玩笑了，快回去。就让我跟你一起去吗？杨素，你在将军府看着娘娘，要寸步不离地保护她，不准她出将军府一步。万一城破，你要护送娘娘安全离开。遵命。活下去，活下去。别闹了，李贵相，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呢？卑职杨素，娘娘咱们以前见过的。我是杨玉第3个儿子，旁人都说我与4弟杨炎长得十分相似。哈哈，我知道，我故意逗你玩呢。哎，你应该知道吧？我跟你弟弟杨炎是好哥们儿。哥们儿？哥们儿就是好兄弟。知道。嘿嘿嘿，都是自家人，你给我行个方便，让我出去。皇上怪罪下来，我一个人担着。娘娘，使不得。嘿，我说你们这兄弟俩，一个严一个肃。倒是该严肃的不严肃，不该严肃的瞎正经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我非出去不可，谁敢拦我？要杀要剐随便你，只要卑职活着，就不能让你出这个门。你让不让我出去？娘娘，娘娘，怎么，你也想拦着我？娘娘快走，奴婢断后！姑娘，你这是……娘娘，娘娘快跑啊！姑娘，男女授受不亲呐！姑娘。南蛮的皇帝，有本事出来，别躲躲藏藏的！哈！皇上，不好了！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帮你来了。你怎么不把帽子戴上？还真是你想办的事，就没有你办不到的。既然来了，就好生待着吧。俗话说，秀恩爱死得快，希望这句话今天不要应验了。一会儿我会尽量照应着你，你自己也要小心些。嗯。哎，拉着人家。为什么每到团圆的时刻，都会出现一个他？他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是啊，他为何出现在这里？你果真是不忍心杀了他。朕把他送去了一个千里之外的地方，原以为从此和他再不相干了。你可认得这个女人？这个女人说了，她是你非常看重的女人，想必是你的皇后千里迢迢来寻你。如果不是的话，要杀要剐可随我便了。我倒要看看，你是要这个女人，
还是要平宁城？要女人，要女人！他毕竟是我南下的一条人命，而平宁城也不能拱手让人。今日之事，无论做何选择，都会落人口实。这有什么难的？让我来。老子才是皇上心仪的女人。哼，你们从哪儿找来一个女人冒充皇后？可笑！你干什么？丸子皇帝，如果她不是皇后的话，怎么对你宫中的事情这么清楚啊？你可不要怕伤及脸面，就这么想办法不认结发夫妻了？好，如果她是皇后，我便将她送还于你；如果她在撒谎，我便把她杀了。杀！啊！再这样听下去，会有损士气。